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台中市府团队最近这状况是真多，除了有顶司涉嫌性骚扰，这注意伫上班时间以科技班以外，即马地政局长吴存金嘛因为报销无老实，2月2号的时阵，互检方去甲敲办公室，了后是用100万来交保。也那台中市府是表示会尊重司法，等待调查。2028年假，台中市地政大楼大门锁起来无开放，不过就伫台中市长罗秀燕出访日本的第2日2月25，台中市地政局长办公室遭到检连搜索。检调2月25号搜索地政局长办公室，带回相关资料，连同地政局长吴存金还有10多名证人，也一同被带回调查。检察官讯后，认定吴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无羁押之必要，预支交保新台币100万元。台中地检署表示，台中市地政局长吴存金因为涉嫌不实行销省长特别费，2月25指挥廉政署中调组调查局中基站等单位搜索包括吴存金的办公室等几个地点，目前专案由员的调查，验过有议员指出，吴存金已经是头一摆互检举，验过市府拢无后手调查处理。有些人有对他提出滥用特支费的指控，那当然这个跟这一次的案情关联如何，我想就需要卢市长以及检调来做说明。现在台中市政府跟卢秀燕市长首要必须做的，就是让吴存金局长离开会接触到地政局预决算资料的位置。台中市府最近伫前公职处长刘应东涉嫌对下属性骚扰，刷来前警科会主委刘干礼的德州科技网证据，即马佫发生地政局长因为特别费方调查，以及主管小连续出问题，议员认为整个市府的螺丝拢连起啊。市长罗秀燕爱对市民说明清楚，佮好好的整顿市政团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